地东北的直直摇，加上这几天搁咧落大雨，有可能就会出现水崩山。秀林乡的和平村当地人已经撤离，也让富士村10年后壁山壁嘛有石头直头连落来。乡公所就表示，总共发布大雨特报，就会强制要求当地人爱撤离。我台北线富士村10年厝到起伫山骹，四空山大地动摇甲真厉害。村民讲，迄时阵都听到后山有真大声崩塌的声音，一时间迎蓬蓬，石头一直连落来，大家赶紧向下骹车路走过去。这几天地动尾真济，虽然讲无造成进一步灾情，不过村民讲，即马真惊落大雨。就是怕造成土石流嘛，怕下雨而已。像从现在开始，怕说一直连续下雨、下大雨，那我们必须是不是要离开我们住的地方？它一旦那个堆积扩大之后，会往底下这边石头就往底下这边掉下来。20尾仔秀林乡公所针对富士村甲中竹村各两林强制撤离。只要是大雨特报，好，我们就会强制所有的保全户，全乡的保全户都能够到收容站。已经提早强制全村撤离的是目前无法度到位的和平村，村长透过广播通知村民配合。为防止傍晚下豪大雨，请村民至和平国小收容安置。严密监控河线，抑个有公路单位，目前台北线虽然讲是放行，不过若雨量超过警戒单，随时做风起来拍算。下雨的话，当然会影响到一个边坡的稳定性啦。如果雨量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我们也会看状况，我们可能会实施预警性封路。4空3强烈地动重创泰鲁阁国家公园，园区内底怪兽咧进行边勘整治，已经送起土石一直向下骹连落来。边仔斯卡东步道入口已经封起，内政部国家公园署已经为23开始暂停生态保护园区内底各项休闲活动，会先封到5月7日为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